我諗喺當其時最大嘅挑戰就係要好短時間將新光重新翻新啊、裝修啊，2個幾月裏邊就完成咗呢個成間戲院咁大工程嘅一個翻新咁樣。大堂嗰個天花上邊咧，咪有啲好大嘅圓波嘅燈，黑色欄杆啊，上面嗰啲花花啊，咁其實而家你都唔會喺其他地方度見到啦。一個40年嘅歷史嘅一個戲院，咁其實大家都覺得係一個集體嘅回憶嚟嘅，都好希望保留翻嗰個咁嘅原本嘅裝修啊，同埋燈飾啊。有年青人開始中意粵劇，好多10幾20歲嘅年青人呢，都係第一次嚟新光睇演出啊，吸引到一啲以前冇睇粵劇嘅年青人過嚟睇嘅，希望呢樣嘢可以延續落去，繼續可以發揚光大咯。出年嘅2月28號呢，咁就會係正式係新光嘅最後1日嘅演出，租期裏邊都係可以叫光榮隱退。個場地裏邊咧有一啲神秘嘅力量嘅。